客家。阿姨啊，哈，俺朋友生日，我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他才好哎。生日啦，嗯，平常时俺朋友有特别喜欢乜嘅冇？俺唔知嘅，什么嘅东西本俺嘅朋友较好啊。哦，这主人就吃看的呀，看按多东西嘛，吃看的，慢慢的掏。哎，哎呀，啊，哎，俺朋友啊，属猪啊。哦，属猪的啊。哎，这个好不好？哎，好啊。很可爱哦，很有趣，对不对？哎，动神气哈。哎，动神期，对不对？动神期给猪。好啊，这个这个也很可爱啊。哦，要所以等你猪的哈。哦，很可爱的猪哦。哦，哦，这个小猪的送入边，活动有意思哦。哦，哎，要怎么动奖呢？要怎么动对一下？哈，哦，睡觉的猪哎，哦，哦，它还会笑哎。嘿呀，哈，见笑哈。嘿，哦，这样你看我买哪一张了？阿姨啊，啊？不然我看买这个好不好？这个看起来很开心，我女朋友应该会很喜欢。哦，我这就买一只动神气的猪诶。哎，懂神气耶。好，走，那我们去结账。哦，好啊，可以啊。我们这边结账。哦。哎，多少钱？我讲几多钱？几多钱？嘿呐。哦，多少钱？几多钱1200。1200啊！哎，好贵啊，阿姨。唔可以贵啦。唔用啥做小猪诶，唔送日本嘅。用啥小猪啊？安尼当有简单呢。交朋友哦，爱撒张油的。油撒张油的。油撒张油的。油撒张油的。嘿呐。有舍才有得。啊。好，打的，包起来。哦，包起来。包起来。所以啊，爱好客家话才叫得到客家嘅朋友。生日，几多钱？几多钱？很神奇的猪诶，很神奇的猪诶，电银色的猪诶，电银色的猪诶，有啥张油的？有啥张油的？